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真。你敢有去過台鐵萬分或者是萬點嘅？台鐵近來一再出包再二三，這敢是老故事含風沙講較重，是因為改革是親像穿衫改衫真學溜劣，也是決心貫徹較有影嘛？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灣鐵路產業工會秘書長朱迪武。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逢甲大學兼任副教授張惠如。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徛鵝交通手冊主編吳尚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退休教授張勝雄。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首先，咱來關心台鐵公司化進入了第三段落。頂個月底，說小連線發生了電力設備故障，甲7堵調度車燒弄的意外。有立委質疑，愈要求愈突襲。那麼台鐵的董事長鄭公遠表示，這個事故攏是人為疏忽 ，SOP 攏煞無來落實，未來無落實的人會處罰。規個車頭衝起哩越大，零件看現兩台車攏弄做一夥。這是3月30，7堵吊車場發生的吊車事故。不過發生代誌的前幾天，3月27，山卡站才拄發生電車線故障，影響201班列車，攏總延遲超過2萬分鐘。調解立委攏要求台鐵愛檢討。這已經不是偶發事件。這是系統性的問題啊，是台鐵公司安全系統性的問題啊。今年啊，到現在為止已經有5件，我們的人力是否應該要增補相關的人力？你越要求越是重點，結果就越出包。那整個這樣的過程連續1個禮拜，事件一直發生。台鐵董事長鄭公遠回應講，這意外攏是人為疏忽，標準作業流程攏有，不過無確實去做。完全就是一個 SOP 沒有落實。那換句話說，譬如說像3月27號對這個部分的話呢，應該在這個集電工的這個檢修方面呢，一定要檢修。鄭公遠表示，已經要求運安處甲相關單位檢視標準流程落實的情形，啊無落實的人就要受處罰。啊，那台鐵產業工會嘛有針對事故提出看法。七堵吊車廠所面對到的問題，其實正是全台鐵公司所遭遇到的狀況，包含技術性人才的流失。待遇的問題，以及我們根本沒有一個可以好好建立安全文化的最基本的基礎。台鐵產業工會批評講，台鐵用安全改革來做轉型，不過事故了後，包括檢討 SOP 甲加重處罰，等於是無效做法。對安全改革制度一點仔都無改變，恐驚會讓危險的狀況一再發生。記者綜合報道。咱他看了這新聞段吼，你可能會感覺講啊，這個老問題未解決就未解決吼，啊嘛一再二三含風沙講較重。今日當事者來到這，他拄啊新聞段也講，台鐵長久以來無建立一個基本的安全文化的基礎，這是什麼意思？其實對於台鐵的員工來說，要做好 SOP 不是困難的事情啊。好，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經驗的人來做好整個 SOP？ 哦，這就是基礎的意思。嘿，對，嘿，你就是要有經驗。啊，現在老教攏走了，幾乎都走光了。我們必須要跟大家講的是，必須對。啊，你算老教還是菜教？中教。對，我是工會聘的秘書啦。啊，但是那是你的技術，你感覺你在你的位置是算 OK， 還是較資深的？對於台鐵的員工來講，哈，現在的狀況就是青黃不接了。為什麼會這麼說？因為像7堵吊車廠這次事故出發的地方，他們已經連續2年都對外去招募，希望有經驗的人能夠回來支援。那這表示一件事情是，他們自己的吊車廠內其實沒有多少有經驗的人。那公司能夠做的，其實就是不斷的去招聘外面的新進的人員。全部都往吊車廠裡面丟，
那新的人他就要花時間去熟悉 SOP， 但是相對來說，你的薪資、你的環境沒有改變的時候，這些人進去就是想着怎麼走。那這個狀況底下，你說 SOP 有沒有？有。哇，這講起來敢若教界尾溜呢？對。啊，這小等我再來請教在座其他3位，但我要先問吼，那一般吼，我所在，因為我高中就加入這個鐵道社吼，加減啊甲人插。我所在就是講啊，這一點鐘吼，若歹去，啊就撿起來，哦扭去，啊緊拖出去，拖出去啊換車頭，啊調度，啊那會安尼？阮製作人迄天吼。對桃園坐車坐到早起，伊真正坐到咸豐山。伊坐到6點鐘有吧？大約吼，差不多6點鐘坐到公共電視。啊，這是踢佇遐嘛。我後來去了解講，就是敢若一個迄個酒干啦吼，我踢佇遐呢。啊，迄是什麼原因？我們的了解啊，其實這個7度這個相片我看。哦。這個是七堵吊車場的現場的照片啦。那對於這個上個禮拜的這個集電弓壞掉這個事情嘛，至少我們的理解是，它出去的時候就已經壞了。出去的那個影片顯示的時候，就是出去就晃到了，它就應該要停下來，應該要換了啦。對，但是坦白說，如果單純只有就，那是你老教看有啊，菜教看無？不是，這個正好反過來講的是現場的。檢察員有沒有他的經驗，或者是他的在認知上面他的前手怎麼教他的？因為在台鐵裡面其實沒有一個一致的教育的流程啊。你有影？這個總經理自己都說我們是什麼教練制、師徒制，那這個就是常年台鐵以來遇到的問題是，100個人100種教法。哇！那每個人看的都不一樣的時候，你其實就很難會有。咱台鐵嘛100年外呢？是，所以。在發生這個太魯閣普悠瑪的事故之後，這個台鐵有說我們要有專業教育訓練嘛？但是你看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有的員工訓練完坐在教室裡面結束之後，都是直接送去現場再去學他的本事。那坦白講，現場的人也不是什麼專業的教練啊，我就是有在這邊工作過的人啊，我調過幾次車，我賣過幾次票，所以我就被公司要求來去教大家。那真的就會發生我剛剛講的100個人100種教法，所以你要說，今天這個電車線的問題，或者是我們在包含怎麼去應對旅客，這些的，或者是我對於系統熟不熟悉的問題，完全取決於你身邊的同事怎麼教你。啊，咱轉來到7堵這擺的代誌吼，你感覺是人為的疏忽較重，還是整個結構性？因為在我所知，迄就是7堵就是圍定，物件攏定佇遐。聽講廢車還攏等你呀？從工會的視角裡啊，一定是制度的問題是最大的，不然的話，人不會走得那麼兇。那至於七堵的問題，現在最為急迫的，就如主持人講了，太多的廢車留在那邊，會造成我們要運用我們的軌道，就會有困難。想象一下，我今天要停好幾台報廢的車子，但是我要同時去移動我需要明天要發車的車。我們就有很多無效的工作，很多重工我們要進行。那這個重複工作底下，它就有工作量就變高。工作量一高，只要我的工作量爆滿的時候，人就會有可能發生疏失，因為我必須要趕快把工作做完。那對現場的人員來說，就會是爆量的工作，那也沒有相對應的報酬。那結果就是，要麼你就是一直拼命的吊車，結果出事情；要麼就是你選擇趕快離開。啊，新進來的人，他也不一定來得及去熟悉整個流程。這先點到這個問題，先點了。我要請江老師，江老師，如果呢今麥要請你入去吼做代替的總經理，你敢加入去？當然，這嘛是足大的挑戰啦吼。啊，你今麥若甲我問這個問題吼，我先莫講吼，我要入去不愛入去啦吼。我先講。我張老師甲你做看啊。我應該先講啊，我應該先講吼。我對台鐵我應該是抑閣是足希望吼，台鐵會當變好嘛吼。我講台鐵是咱台灣吼，串吼大家城市上發達上發展的所在嘛吼。所以我一直感覺咱應該好好啊愛護台鐵啦吼。
所以我要講來講吼，其實有當時啊，恁即馬看，其實問題足濟嘛吼，問題足濟啦吼。啊，毋過你若講真正，你看實際個數字，就講台鐵嘛是有講嘛，講其實因當年其實迄款的算講恁即馬看到的事故，其實有減少，當年攏差不多減少10%嘛吼，嘿，所以其實嘛是有減少，所以恁嘛是愛。老師，我問一個真趣味的代志，歹勢吼，伊只吼2025年吼，準點率啊97%，台鐵啊坦白講現行的準點的標準是將近延誤5分鐘之內，是講是台北甲高雄延誤5分鐘啦，毋是講每站啊有誒，只延誤10分鐘啊後一站甲對轉來啊，吼啊，所以這甲民眾的感受無共款。像這種物件吼，在解決我相信，因為我對台鐵嘛真有感情哦，即對10幾歲到即嘛，咱就知影講要穿衫改衫真困難。但是這種是要安怎來解說呢？其實這個指標吼，其實我嘛是捌甲台鐵講過啦吼，講其實安尼含個民眾的感覺落差上濟嘛吼。其實你若會當講，逐個車站你攏去，反正做評估嘛，做評估嘛吼，你有過5分鐘，無過5分鐘嘿，你就逐個車站攏有當落來評估嘛，啊再最後你再去做一個平均值嘛吼，這嘛是會使吼，啊只是。我感覺吼，含頭拄仔吼，迄款的秘書長咧講的就一個，台鐵本身的制度，伊嘛有講過嘛吼。你是問一個環境，互因會當去滾動式的改革嘛吼。所以，比如講你這個公式若無合理，啊是毋是當改？吼，其實會當改嘛，對嘛吼。啊，所以因咧講的代志就是講，你是有定一個制度，毋過這個制度你是袂當拄着問題，咱就會當有一個滾動的檢討，啊去改善嘿。你即馬現場的作業含你即馬定的制度是會當較符合的。好，頭拄嘛講過嘛，吼講，即麼伊就是無一個講吼，甲有一個較一致的嘿。伊甲我講到當即馬為止無一個標準的 SOP， 我聽到就對，這大家聽到攏會感覺講哦。這台鐵感覺佫會當信任嘛吼，啊，毋過我共款愛講吼，就是咱即馬，我愛講一下吼，台鐵是咱台灣最重要的資產，好，最重要的一個運輸系統，所以其實咱會當若拄着問題，咱就去解決問題。你看台鐵安尼100年啊，當時啊有像即馬大家這麼吼，講立法院吼質詢了這麼認真的質詢。我感覺吼，咱若大家吼真正，咱認真來對待台鐵，我相信台鐵會改。好，啊，你講你若講甲講哦，即馬我即馬係公司化，我即馬公司2年，啊，你就講要叫完全改了，我嘛感覺無啥可能啦吼。所以，毋過至少咱大家來關心台鐵，台鐵一定會改。好，所以咱嘛是看，若講看實際數字，因確實吼，當年攏即馬事故的款的件數吼，是攏有在下降。好，啊，毋過你即馬若出代誌，即馬出代誌，即馬上頻繁吼，啊是誠即馬連咧，像我的清明節吼，嘛在出代誌吼，大家吼是愛感受足深的啦吼，所以凸顯吼，較凸顯講即個問題會嚴重嘛吼。啊，毋過我也是感覺講，咱若有問題，咱願意去面對問題，你就會當改吼。不管你即馬講你即馬欠人，其實你若欠人欠較即個老師傅，恁就愛想講，我敢會當，因為你即馬公司化，你的用人其實做有彈性的呀，對無？你是咪會當去甲即個較資深的人，佫甲請倒轉來，用顧問的，還是講你即馬用啥方法去甲即個人會當請倒來遮吼，會當甲你的經驗傳承下去，這嘛是一種做法嘛。第二點就講，大家就咧講嘛，你都無一個一致的這款的培訓的過程啊，所以你敢會當，比如講吼，你即馬電車線的位置，啊，你會當，你就來做一個較標準的做法出來嘛吼，好，而且你就含現場的人去講嘛，到底你是要怎做，大家當做較順的，你就甲定出來，你就一行一行甲定，安尼我感覺咱就是面對問題啊，要去解決問題啊，所以若大家攏有這款的心態去面對像的未來台鐵的營運，我相信會當改。我要聽吼，徛過吼，因為你這代表廣大的這個網民吼，我這2天一直看，大家意見真多啦。對。哦，那我想差不多有40-50項哦。啊，但是
要對倒一項開始做起呢？因為對工會來講，人是我抬的啦，我就是無師傅啊。啊，鍾老師講，那老師傅我叫回來啊，啊是安怎？你認為應該對倒位開始做起？對我來講啊，因為我咧利用代替，啊，我就是一般的乘客，啊，我就是咧坐代替的人，所以講對我來講，我的想法就是講，咱愛去先來去調查講，吼，咱民眾咧使用這個代替的時陣，上驚的是啥物？嘿，咱的感受到底是啥？比如講啊，代替去年咧起票價，啊，當然嘛，啊，代替有，我會記得應該是20多當是無去起票價嘛，啊，所以講咧代替咧要起票，要即個起票價，這是合理的代志。啊，毋過咧就是講咧，代替咧起票價的時陣，吼，伊敢有吼付出伊相對應啊，應該愛有的即個服務誒，即個品質出來。哦，你講這我有感覺，我講一個上簡單的，代替買票到單為止，啊，佫無一個手機仔的版本 RWD， 攏跳入去了就變做網絡的版本，啊，就愛安尼刷安尼，這就是上基本的啊。對，啊像咱即馬咧坐高鐵，啊就是咱手機仔摕出來，啊就七個，對啊。有啦，代志有一個 app， 但是你去買嘛是網站，伊迄是包包的了，伊無真正咧做 RWD。對啊，就是講這就是。你認為這種民眾的感受？嘿，這是一項，就是咱咧買票的時陣。啊，另外一項就是講拄則吼，咱鍾老師有咧講的，啊，閣有咱拄則有咧講的，這個代替的這個誤點的這個標準啊，是到這個上尾站的時陣才咧看，啊5分鐘，啊像我家己啦，我有一屆我有坐過，迄個是為家人我是為家人愛坐到台北車站，吼，啊我坐這個區間車，啊結果咧這個區間車佇咧松山車頭的時陣，伊咧代幣後壁迄個普悠瑪，等足久的，等足久的，無毋對，因為迄個普悠瑪為花蓮來的，啊伊為花蓮來的時陣，伊已經誤點啦。已經誤點啊！啊，所以講咧，我佇咧松山，我愛等這個誤點的普悠瑪先過。啊，所以講我本來坐這個區間車，我無誤點，我無晚分。哦，啊，我就佇咧松山車站，一直咧等，等差不多俾我10分鐘啊！這個普悠瑪才通過。啊，我就感覺足奇怪啊！啊，我明明就是要到台北爾，啊，為什麼這個普悠瑪一定愛開咧我頭前先過，先互伊過？因為這個我後來有去問，因為這個普悠瑪伊敢若開到樹林爾，啊我坐這個區間車，伊是要開到嘉義的，啊所以講這就是有另外一個問題出來，為什麼吼這個區間車區間這個名應該就是講伊開的這個路程是非常的短的，哦，比如講有可能是嘉南到新竹，嘉南到苗栗，這嘉南到苗栗就已經有夠長啊，啊結果咧這個區間車是為嘉南要開到嘉義的。啊，為什麼愛為家人開到嘉義？因為嘉義即馬有這個工程咧內底吼，嘉義即馬咧做迄個鐵路這個高架化，啊，所以講咧嘉義伊個本來迄個有吊車的這個功能哦，伊嘉義已經無啊，所以講咧嘉義本來的車，伊要提到7度。哦，就是咱拄才咧講的7度去調度，去調度，所以講咧，哦，嘉義無這個調度的功能了後，哦，等到7度來，7度，啊，等到7度了後，啊，嘉義的車要為倒位去，就為家人駛落，啊，就是這個代誌就要牽扯出來，就是講吼，頂禮拜，不是我相信觀眾朋友聽到這已經搞對，會啥去啊？對啊，簡單講，就是因為這架車必須愛去到嘉義。因為只有調度站佇7度，伊本地的調度站是咧嘉義，本地是嘉義嘛，啊嘉義即馬縮起來，嘉義即馬高計劃，對啊，新的這個吊車場還未起，佇水上還未好，對啊，啊所以講咧，本地你嘉義的車要提到7度來調度，啊所以講就要開這個。你咧講的時候，我就看到恁董事長甲總經理兩個咧打地鼠。摸出來就拍落，摸出來拍落去啊！哦，你嘛是同款。我問，咱張老師，你認為代誌目前會當做，咱講3項代誌啊，做1項代誌，互大家淡薄仔感覺講，哦，代誌恁實在是有誠意，咧好好做代誌，啊，互因賣，互因做工作人員賣安尼，迄侮辱感真重安尼吼，有這個公營感。其實過去公營的歷史真濟啊。啊，是安怎會變到安尼？因為
對，較鍾老師咧講啊，講台鐵經過台灣足濟城市嘛，所以伊佇台灣的西部走廊的這個運輸吼是真重要，吼真重要。所以大家對伊攏有足濟期待啦，吼。但是這個期待有時無法度符合這個社會的需求。比如講，你包括講伊的員工的薪水、工作的環境、工作的迄個負荷的程度攏無共款，吼，所以伊本身人其實即馬佇咧流失嘛，因為伊迄所有的員工，啥物愛參外口的遮勞動市場去競爭嘛，吼，所以大家要求伊，所以愛要求伊做足濟代誌的，哦，區間車也愛做啊，啥物也愛做啊，高價化啥物人攏愛做，但是你下伊的資源其實攏無增加嘛，就是講你這票價你又無啥物調整，啊，這雖然說講公司化。但是公司化了，每員工的薪水敢有調整，員工的這個工作的迄個負擔敢有改變，所以攏無嘛。所以其實我咧想來講，你即馬若要還開始會當有一個轉變好的開始，其實毋是佮增加伊工作，是來減少伊的工作。哦，因為無遐濟人啊。無遐濟人，無遐濟員工會當做遐濟差事，伊個員工的流動力足懸的，所以大家逼咧講，大家一定要去加班。啊，員工流動力較懸。啊，老師，你的意思啊，變做班厝愛減少？班厝愛減少。哦。伊愛擱定去，我感覺我這個講法一定足違背足濟人的想法啦。因為大家一定講，啊，你到員工到迄個，啊，你看，伊招遐濟人。一日到暗佇考試，啊有人無？無人嘛。入來，人伊訓練一下，伊就要去別位啊嘛。伊的機務、伊的電務會當去台鐵，會當去中油；伊的公務會當去其他的這個台電，嘛會當做這個土木代誌。啊是安怎？因的其他台電、中油，因遐台薪水攏比台鐵較好。無年終金領真濟。哈？年終領較濟。不管哪伊都。薪水總是比台鐵較好啊，啊是台鐵領的錢較少，啊做的工課較濟，啊做甲老爛，互人嫌甲老，做甲老爛，老寡，嫌甲老爛，做得來有啥物啊？所以你要還會當開始有一個轉變，班厝減少，伊的工作的負擔愛減少，班厝愛減少，班厝愛減少。重心去看，伊即馬台鐵所有的資源到底有偌濟，來做偌濟代誌。伊即馬都無遐濟人，你若班厝愈濟，伊的吊車就愈頻繁，愈慢嘛。吊車就濟，啊人員佫迄訓練佫無夠，因為無時間嘛，來就要去哩啊嘛，無時間去訓練嘛，吼啊無時間去練習嘛。SOP 是標準作業流程。我迄頂懸的人講啊，我都有定啊，但是迄是寫佇紙裡頂懸。這個 SOP 到底是安怎定？伊是毋是經過頂懸跟甲基層的人做伙來定一個合理的這個 SOP？ 啊，若這個 SOP 個合理，伊嘛愛有這個機會，合這個員工基層的員工去學習，吼，去學習講啊，這個 SOP， 因為這是。寫佇紙頂講，講你迄第一步第一步愛做啥物，第二步愛做啥物愛做，但是去現場愛演練吶，演練啊，愛實習啊，啊，這個實習。目睭、喙愛攏啊畫着呢。對，啊，但是像阮是攏足習慣看冊、看這個文字的，但是有的人無習慣看文字的，伊對這個文字要轉變做一動作，這其實愛練習，所以伊要有時間去練習，了解講這個 SOP 到底是安怎操作。啊，這個愛做比了解講要怎操作之後，伊去現場，伊嘛愛慢慢要熟手甲新手。你講伊作業的時間夠有共款，熟手可能1分鐘就做了，新手可能愛2分鐘才做會起來。啊，這2分鐘伊為着要符合 SOP 講1分鐘，啊要安怎？可能就偷工啦。哦，啊就有啊，本來愛做的無做，啊無未減了啦。吼，但是偷工就講愛減班哦，減班。減班甲係伊即個時間有可能來做，毋是講你即馬就是講哦，擱定 SOP， 咱即馬看到吼，因就講啊，我擱定一個
SOP， 定一個 SOP 來監督進前的 SOP， 即嘛就是安尼嘛。因為我知影咱有要引進這 SMS， 啊，即嘛是有咧用這無？有，我們有在做，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案例哦，這應該是去年的時候哦。以前我們因為普悠瑪的事故嘛，所以說我們有一個 ATP， 就出代誌的迄個 ATP， 若是發現故障，就要馬上停車檢查啊。如果重開沒有用的話，車子就要換車。當時有一個新聞就是司機回報說，這個 ATP 重開之後還是沒有作用。理論上按照程序長官自己定的程序就是換車再開，但是呢，直接段長就說你怎麼那麼不懂得圓融？那唔知啊，抽退。那等於是長官自己定下來的 SOP， 他們自己也不遵守。段長叫伊唔知影抽退是什麼意思？因為外口人客足濟啊，要運啊，有運送啊，你今麥這班無。你現在要換車，那就是時間又會晚了，晚了誰要負責？對啊，這個後來有上新聞，那當然最後這個司機沒有錯，可是就足以證明一件事情是，我們上面定出來的程序，其實下面的人執行起來。我們真的執行了，上面反而還會覺得為什麼要來落實？啊，那個段長後來有，當然是有被責備啊，怎麼可以做這種事啊？但是今天如果員工沒有出來爆料這個事，沒有出來跟大家講這件事，那最後說不定真的錯的是這個落實 SOP 的這個員工啊。那另外我也要跟大家講啊，就是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公安快報。像這個，我們上個禮拜部長也說要建立這個問責的文化嘛，要來問責這個不管是任何人，但是我們要跟社會當中說的是，現在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在問責我們自己現場的員工啦。我們這些公安快報大部分都會講說什麼？現場的人危機意識不夠，現場的人什麼事情沒有做好，但是包含剛剛兩位老師跟我們企鵝所講的有沒有一個安全的文化可以建立，有沒有這個土壤，有沒有這個基礎，讓這些員工可以好好的運作，穩定的來去建立這個文化，其實還是端看我們公司有沒有要做啦。對，要不然的話，我必須跟各位說，光是我們今年在招募人員的時候，就發生一個離奇的事情。第一，我們延後招考，這個很少發生在國營事業，因為報名的人少，報名的人少。第二，我們爭取的人不足，所以放榜當天就開始備取，這個非常的荒謬。而且我們回去看記錄，我們去年開始爭取我們去年開始放榜完之後，一路備取到今年1月，也就是我們第2次要考試的時候，表示說什麼？你今天只要分數及格，你就算是備取，你一樣可以進得了台鐵。這是考什麼職位？幾乎所有的職位都有。所有的只要是台鐵自己開放的職位都有。但是對我們來說，對旅客來講，最重要的一定是我們公務電務的技術人才啊。那這些剛剛也講了，他們寧可去台電，寧可去中油，因為去的薪水隨便做都比這個我們的。我剛剛問講，咱普通做公務的還是做機務的，差不多日期的薪水差多少錢？加一加，我覺得大概只是快接近4萬而已。我舉吊車的例子啊，我剛剛講到很多吊車的，吊車人員進來之後，跟現場的售票人員的薪水只差1800塊。你我來做1800，然後你要風吹日曬啊，在現場操作，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那我為什麼不去現場做售票？我做服務的好啊。這個不是要說現場售票的比較輕鬆哦。無萬4萬塊。好，您有加班費無？有，但是重點就是為什麼我要加這加班費才到4萬？為什麼我的薪水這麼出眾，叫人家抽檔進去，我還不到4萬塊？公司當然對外說，我加上很多加給啊，加上這個夜間工作啊，加上加班費，可以領到快5萬5。但是加班就是我花額外的時間工作，我冒着生命危險去調車，白天調，凌晨調。那大家一相比之下，我一樣在車站裡面，我一樣輪班，我一樣領得到晚上這筆錢，一樣有加班費，我只是少這1800塊而已，就是這個差距。那我為什麼不往這邊選擇？這是人之常情。對。您加薪呢？你這幾檔你有加薪嗎？今年沒有。對，今年我們跟着軍公教一起調嘛，所以今年你攏對軍公教。所以人加3%，你也3%。對。若是年啊，這時有禮金還是有年終獎金無？
有，但是會有一些落差，對。差幾十啊？因為公司新進跟以前的公務員，代替你會親像外口講啊，歹勢哦，我今仔大小月，今年大小月，但今年較收者攏無，甘最貴檔。我們的問題是根本的薪資跟人家不一樣，這個是我們在2024年整理的薪資的差距，這個單純只有跟我們自己交通部底下的比而已哈，我們跟郵政跟港務的人員，不論我是以前台鐵局時代的，還是新進的啦，对，我們都差距至少都快1萬塊。那這些都還是沒有加任何的加給哦，我這邊都是純薪資而已，就差了快1萬塊的時候，那對員工來講，我除非真的像主持人啊，很喜歡鐵路，我來這邊工作，要不然的話，大家一定是希望我工作的薪水是符合我的付出的。那大家，如果我們從2年前就開始有這個薪資的差距了，那坦白講，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留在這裡？或是他留在台鐵，他為什麼不去沒有這麼疲累的地方？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根本上的差距啊，也是剛剛老師說，那是不是根本的薪資問題來解決，我們才能夠來繼續談安全的問題，或者是部長你真的要問責的時候，員工也會講啊，台積電一個工程師毀掉一個晶片要賠幾千萬。但是人家的薪水非常的高，那我一個檢察員好了啦，我要被檢查整台列車啊，但是咱應該安尼講啊，難道這寡經營者唔知影這個代志嗎？一定知嘛，伊是不為呀，也是不靈呀。我覺得這個根本上還是在我們的政府對於台鐵當時在公司化轉型的時候，整體的制度調配上面出了問題。包含還有另外一個事情是，我們現在很多新進的人員要怎麼升遷，他們其實是不知道的。你對你的職涯沒有想象，你其實也不會覺得要待在這邊。所以今年的考試有蠻多人是靠着我離職再重考，去考更高的職位。哦，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往上升。規期，規期時節啊，過來考。對。那如果我沒有職涯的想象，薪水又停滯，那坦白講，這些我們已經跟公司，我不相信你講的這塊代志，恁這塊高層唔知呢？攏知啦，但是他們就會回我們說，因為行政院覺得怎麼樣，因為交通部覺得怎麼樣。像這個前幾個禮拜部長受訪的時候也說，很多的津貼、很多的加給，都還在行政院這邊，但是行政院就是遲遲不肯鬆口要調，包含我們現場的一級的主管，這些在現場承擔這些壓力的主管，他們的主管加給公司已經通過了，交通部也通過了，但是行政院就一直卡着不放，所以我想，我們才會說，如果部長真的要談這個問責啦，我覺得先問一下他有沒有去調整這些人的待遇，是他們覺得該用。來，老師，這是不為呀，也是不靈呀。這樣我頭拄講的同款啊，你就是因為即馬台鐵雖然公司化啦吼，公司化啊，不過伊的股東都是政府嘛，伊的股東是政府嘛吼，所以其實較重要就是吼，這個公司，你應該是應該恁來去正視這個公司啦。你若講吼，台鐵對恁全台灣服務來講是最重要的話，啊，伊這個過程恁都是愛陪伊行過嘛吼，陪伊行過，所以頭拄仔嘛講過嘛吼，你即馬員工的薪水，我講莫去含什麼台積電啊、台電遐，莫去含遐比啦吼。你至少你含這個鐵路公司、吼客運公司啊、吼鐵路公司這來比，會當對，我感覺較合理啦吼。啊，毋過即其實吼，嘛毋是干那台鐵欠人俩吼。我看恁像全台灣吼，所有的鐵路公司攏欠人，特別是維修的部分，對，其實是大概公司攏欠人，嘿。啊，所以我感覺這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國家的問題啦吼。所以即馬恁第一嘛，恁頭拄有講嘛吼。第一個吼，我感覺吼，台新甲薪水差不多啦吼，嘿，莫講含其他的鐵路公司像差上濟嘛吼。啊，第二個就是咱想要要哪甲這個人留落來嘛吼。啊，頭拄仔嘛講真濟嘛，你留落來時陣，比如講你即馬你要哪升遷你的職務嘛吼。好，這是嘛一個。第二個，你即馬
即馬大家面對的代誌嘛吼，不管你是什麼 SOP 啊，是講你即馬到底這個程序到底合理無合理，應該是函館講大家講清楚吼，啊，就大家做伙去面對這個代誌啦，吼，啊，過來一個即馬講問責，當然嘛是要問責啦吼，啊，毋過其實我感覺另外一個部分應該是你嘛愛有一個獎勵的部分啦吼，所以講你若表現，你即馬你若逐年講好。我逐年該定一個迄款的，定一個水準之內，然後逐年你若降10%的迄款的事故率，還是講定20%，你若做甲到，你都愛互人，你都愛互因遮維修人員，你要有一個獎勵的制度嘛，對無？吼，所以我感覺你愛定一個目標互因，啊，大家都為這個目標去拍拼。你若講我若會當到這個目標，你應該都愛互因獎勵。好，啊，所以同款啦吼，我感覺其實我相信啦吼，台鐵伊也是還佫有大發展的這潛力啦吼。所以你即馬頭拄講，我感覺吼台鐵即馬咱上重要就是，咱愛用一個正確的態度來對台鐵，包括頭拄有講嘛吼，比如講，你即馬你若要做鐵路計劃，你即馬的吊車廠你若會無大信用好勢，啊你才去做這個工程嘛。你本來應該是吊車是上重要的啊，嘿，對不？咱賽車嘛要一個停車場啊，吊車嘛要一個停車場。這我真有感覺吼，干那要去捷運，就愛犧牲台鐵的人道，啊讓互捷運，啊創這創迄，啊台鐵嘛，我即馬就說醫生，我就較甘水過冬，這就是，其實吼，我應該要安尼問吼嘛，請教三位，是講其實觀眾。一般的這台灣民眾是對台鐵有深深的感情，吼，可能少年輩可能較無，吼，但是上無30、40歲以上的人對台鐵是有感情。你如果若提出一個計劃講，啊，就真歹勢，這就是過去吼時代的目屎，所以咱必須愛，譬如講，咱愛用5年的時間，吼，愛了錢，愛創啥物來做改革，愛來說服大眾。啊，好好來做，我相信一般大眾是會當接受的啊。但是咱會無，咱就一直期待講，哦，種換一個新的台鐵的這個省長會當來霹靂啊來改，其實攏無看到。這到底是因為一方面科技也咧進步，人力也咧消退，所以譬如講，這個鐵道頂頭迄個插頭啦，迄枕木啦，其實即擺攏毋是用人咧順啊。吼，即擺咱還佫咧用人咧順吧？對，是啊，對不對？你敢若想講，還佫咧用人咧順，我就想袂曉講，這代誌哪會無法度用新科技來做改變？我咧想，你比我講拖大貴，伊都無咧拖大貴啊！你拖大貴。我想應該是因為講咱台鐵的這個枕木哦，這款的這個道閘，這款的這個基礎工程啊，哦，有傷濟哦，太多不同的樣式。哦，你像迄個台北車是這個地下化啊，伊是一款哦比如講我拄則咧講的迄個嘉義即馬咧做這個高架化啊，伊是另外一款啊，台中即馬嘛是高架化，有可能嘛是擱另外一款啊，若是這個台鐵咧隧道吼，你咧隧道內底，伊可能擱是崩坑內底，擱是另外一款，而你咧這個平面哦，一般的這個平面的這個路軌啦，哦，嘛有可能佫是另外一款，啊，佫有咧台鐵佫有這個平交道，平交道佫是另外一款，所以講咧，這個科技要入來時陣，伊有可能就是較困難，像即馬這個捷運，佫有高鐵，伊就是有這個較自動的這個巡軌的這安尼的機械咧做啦，我知影是台鐵即馬應該嘛是有安尼的車輛，咧引進啦。即馬敢有迄個用 AI， 用這個機械，用這個 OCR 來辨識。我們的話都是我們會監測那個鋼軌的那個。你剛剛監測了呀？我們就是監測軌道啦，監測鋼軌的部分啦。但是確實我們還是做人力的查到，因為有的時候像比如說落石啦，你可能軌道上面出了任何狀況，你要馬上作業，那個其實還是需要人力去處理啦。所以夜間的查到還是有需要。另外一個是，我需不需要去換道閘？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些小石頭，那個其實是要看現場的人他有沒有發現說他現在道閘
進到哪個階段，這就是比較專業的部分了，需要人去看說有沒有需要做這件事情。那個，我想未必現在的儀器是可以馬上看出來現在這個軌道的道閘是不是需要重新再去鋪的。這因為講到人力的部分哦，我要請張老師特別來講一下，講一般來講，其實這唔係是台灣的問題，這個全球性，即擺對着這種初檔的工課啦啥，這外國的經驗是安怎來處理的呢？因為我所知啊，譬如講西班牙的鐵路，情形足歹，哦，這完全咱台鐵算過袂歹，算過袂歹。其實咱隔壁是日本啊。對啦，咱要跟日本比，日本人伊是安怎做？有啦，你外國會當做的，你摕來台灣不一定會當做的。外國的經驗會當參考，但是是不是會當引入咱台灣來做？人的薪水、人的工作的環境、人的文化、人對抗這個縣市政府地方的這個要求，伊有法度去抵抗無？這攏無共款。所以你講要對外國的迄個制度、日本的制度，大家嘛做儕人去看。德國的制度、歐洲的制度，啥物做儕人去看，但是是毋是對符合咱遮？我無安尼認為啦。我認為講，迄攏會當參考。但是咱愛對咱家己的本土、咱的基層的需求、基層的能力去做改變。哦，就像我甲你講，大家對台鐵，咱像我這個年紀，還是像主持人這個年紀，對台鐵其實攏有期待嘛。但是你看台鐵這久以來，永遠是省府內底一個三級的單位啊。所以足儕地方對伊講啊，我這個站要愛停啦，我這個愛停啦，吼，也是講即馬足儕縣市攏在做高架化，吼。我嘛要。啊，這高架化犧牲的是啥？犧牲代替啦。講啊，你以後會當去有足儕會當去發展啥物TOD 啦，吼，啊，迄攏看會到，係啦，啊，迄攏看會到，食袂到啦，吼。啊，所以代替其實我甲你講，伊開足儕迄個無效的班次啦。你講吊車，哪有可能講嘉義的吊車店講對鐵道裡開，傷過鹹啦。所以你要重心來檢討，你要服務的啥物？你的班次，你長途的是要停啥物站？你區間車要停啥物站？你區間快車要停啥物站？對這個決定了，你考慮你家己本身有的能力，你有偌濟人，你有法度調偌濟車。安尼來減少。對啊，好好啊，對大眾來說明啊。對，好好對大眾來說明。啊，你即馬你也減少你的班次，我講較有合理的班次，你減少了，你還員工有夠充裕的時間來去練習伊所有的 SOP， 去訓練 SOP， 慢慢建立出伊家己本身的這個安全的文化。啊，伊這個若建立了，代替上軌道了。伊較法度去吸引外口的人啦。薪水當然是一個一定愛考慮的代誌，票價嘛是愛考慮。你袂使講吼，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啦。吼，你講啊，你要公共運輸就一定愛什麼俗，我無認為講安尼啦。該調整的票價就應該要調整。你講安尼較法度變做一個公司的觀念去經營。公司的第一個點是啥？不以盈利為目的。愛趁錢才做啦，愛趁錢啦，啊你也無趁錢，我是哪要做？吼，但是台鐵本身家己，我感覺伊有一個矛盾啦。你看咱所有的國營的單位吼，甲台鐵有管一個國營啦。敢有講國營台灣電力公司無？台灣電力公司，國營台灣中油無？甲偏台鐵要管一個國營台灣鐵路公司，伊唔願放棄。即個國營的即個福利，老師認為是唔願放棄國營的福利，唔捌放棄國營，我是感覺安尼啦。我是感覺伊是驚後面部北部電吼出代誌，伊無法度講啊。我唔知是安尼，唔知。這個決策我是唔知影啦。但是我對這個現象來看，講伊是毋是對這個名，是啊一定愛堅持這個國營。你敢知？這個老實講，我才發現啦，確實只有我們有只有你們有國營。但是事實上，恁公司活3年啊嘛，吼，你有感受講，吼，就有影呢，即擺
內面真正咱變做一個公司，唔是代替鐵路局。敢有？譬如講，真簡單，有人開始哦，這紙袂當用遐濟哦，影印啊，一工人印3張哦，啊筆哦，敢若摕一支安尼哦，像這種小代誌，一直到講，咱這個休假，大家來照辦輪，袂當安怎？你有感受什麼改變？主持人剛剛講的改變肯定有啦，包含我們夜間工作的人，之前一度被限水限電，晚上要吃一點東西補充體力也不行，或者是我們現在這個光是講這個用紙啊，或者是要談這些東西，也都有限制或加班費。在人力沒有補充底下，還在去限制。我凊彩講，老師主持人怎麼講怎麼準吼？但是員工期待的改變反而非常少了。我講個最簡單的例子，剛剛提到說我們有沒有數位 AI 嘛？我們現在的很多公文都還在用傳簽，我們現在的很多都還在打電報。所以為什麼我們應變的速度這麼慢？我們還在用手寫，很多東西都還在用手寫，包含那個我們講的吊車場裡面，我們會去編說每一台車每一天。我咧串環的，今晚還有啊，要給他加掉。包含我們在編那個車號啊，停車的吊車場要哪個車今天停哪邊，也是我們都先抄在一張紙上面。很多東西都是用紙本的作業。那在這種狀況底下，員工一定會覺得這公司化好像沒什麼太大差別啦，我感受不到進步，那我的薪資方面也都停滯，那公司化看起來就是瓦吉的名，沒啥改變。具體上恁無感覺公司化對恁有啥物衝擊？好的改變是無，歹的改變是有啊。譬如講，頭先禁止講暗時袂當用水啊，安怎之外，還有其他的無？對於人力或加班費的控管限制也非常的嚴重。對，不管是我們現場的公務的同仁，或者是我們在做這個旅客車站這一端的運務的同仁，員工看到就是說，我們盡量減少讓員工來加班，但是呢，我一方面我對於人力也沒有打算要增加，那等於是面對一樣的旅客量，但是我現場的人力就不多。然後我能夠去應對旅客，維持一個服務的品質，也就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了。那我覺得對現場同仁來講，只會感到說我事情其實明明沒有越做越多，他應該不是在一個成長的狀態，可是因為身邊的人不多了，所以開始覺得很沉重。人一直換，他就要一直幫忙帶新的人，那他自己也會覺得很疲倦。對啊，上面對於這些經費的這個縮減，也會導致大家覺得說，那我想要再去爭取一個合理的環境。我連工作上面哪些業務應該要減少，我們也做不到。但是相反的，我們看到公司可能一直在做一些，就是我們認為蠻浪費錢的事，包含說我們最近採購了一批新式的這個列車長用的掌機，沒辦法查電子票證。無迄買是要創啊？你只能查對號的這紙本票，然後花了快6000萬。然後我們問原因是說為了要這個節省預算。那後來怎麼補救？就是請這個列車長一個人帶雙機上車，來去查這個部分。那對我們來講，對列車長來說，他們就會覺得，那為什麼我們不一機就可以用到就好了？就會有這樣的聲音啊，就發現說，其實公司不是沒錢做這些採購，但是採購完了之後，或者是這個錢用下去之後，員工覺得根本不是用在現場覺得應該要使用的地方啊，也反映了很多次，但公司就是以這個已經發標了，或者是因為這個經費的問題，所以我們就繼續沿用這樣子。對啊，那當然對我相信在代替過去已經累積了真濟種種類似的這個情形。但是這可能因為過去這一路吼，應該講改朝換代啦。人數變得真濟吼，每一代採購也無同款。老師若像這種管理，是咱這邊怎樣處理？接手的人感覺真頭大，要叫恁兩個接，你嘛無愛啊？無，我嘛接你講，你看你要互我嘿多大甲母一個無？像頭拄我講的啊，你真若要做好，我就真正一步甲做好。你連啊做甲，互恁下骹的人會當有感受。但部長，咱節目內面吼，鍾老師甲張老師講，咱要甲大甲母一個吼，看你有要來聽一個無？
迄有一個一句較土的啦，無迄尻川就嘛食迄蝦藥。無，咱是去食下大灣。哦，因為我是真忠實的這個台鐵的去食。哦，毋是啦，我是自細漢就真愛坐鐵路。吼啊，高中的時候也有參與啊，安怎一路真關心咱台鐵，對台鐵是有感情。我相信，像我這種人不少。你只要若好好啊講，吼啊，這新一代的人，恁是安怎來看台鐵？尤其徛過你可能是較少年輩，但是用台鐵用較濟人哦。我即馬坐台鐵，老實講是較少啦，因為自舊年吼起票價了後，我就咧算。你袂見濟？我毋是袂見濟，是我算了後，啊台鐵嘛無較緊，啊票價啊嘛無較省。啊，就是講比如講我頂個月我去高雄，啊我為高雄要轉來台北時陣，我就咧算講，你高雄到台北，啊我以前以前是會坐客運啊，以前客運足上的嘛，差不多400塊就有啊。啊，毋過即馬客運為高雄到台北愛700塊，吼，啊我就想講，啊無我來坐台鐵好啊。啊我看即個台鐵哦，以前即個台鐵啊700外塊，啊即馬要我1000塊吼，900外塊啊，毋過咧吼台鐵啊以前嘛毋是講以前啊，就是台鐵即馬有即個較緊的即個 EMU 3000型，3000嘿，差不多4點鐘就會到台北，啊毋過咧迄個車幫足少的，吼，啊所以講咧吼，為高雄到台北即個自強號愛我1000塊，啊高鐵啊毋才1400塊，1400塊爾。啊，參差大概1500角啊，對啊，就安尼算算了，就安尼就是講，啊無我來坐高鐵。無得講，我坐自由座啊，佫拍高鐵。嘿，上尾就是我坐高鐵，啊，這嘛是即馬高鐵迄個自由座，為蝦米吼？人哦，每到這個連假的時陣，人都足濟。寧可來徛。對啊，我寧可來徛自由座，我嘛陪緊去坐客運，因為客運會塞車，我嘛陪緊坐台鐵，因為台鐵嘛無較緊，啊有可能。都拄到這款的這個誤點吼，迄個無就是這個機電工啊，卡佇迄個電線頂懸，無就是有事故吼，哦就是有人誒落落，無就是迄個平交道有事故安怎，就是這個安尼情形傷濟啦，就是我是感覺講吼，我是感覺講即馬佫有一種情形是講拄則主持人有講吼，就是講。嘛是咱這個秘書長拄則有講吼，就是台鐵即馬有採購非常濟物件，啊，這個採購進入來這個物件，是毋是有符合吼？比如講列車長哦，伊個需求哦，比如講咱即馬看這個拄則吼，咱畫面頂懸有這個台北車站的迄個新的活台頂懸迄個 LED 的迄個哦列車資訊看板，生甲有夠足歹的，即馬是2026年誒。為什麼頂懸迄個列車資訊看板，啊看起來就像這個好看歹看是一回事，有功能無功能？嘛無功能，因為伊迄個誤點甲這個甲迄個車次哦，伊是放佇咧做伙的，就是啊，它要輪放啊，我才看有講伊有誤點還是無，伊有辦法還是無？免做你家己愛先記佇個。我愛記哦，這個車型吼，車型對啊，啊，不過我嘛愛看這個車次哦，我看這個車次哦，車次對啊，啊，不過咧，後這邊再會講。我聽你講起來吼，我感覺張老師講的對，應該辦處要減少，先減少起來，啊，互伊較清幽的，啊，空手，啊，這民眾才會知影講啊對咯，安尼是服務會較有明顯的感覺，啊，再來好好來釐清講，什麼是該做，什麼是不該做的，張老師。我是安尼想啊，我是講，第一個就是你先愛檢討你即馬現有的這個班次，你服務的是毋是合理？吼，你是毋是符合到較重要的這個旅客的這個區間啦？比如講，伊要坐即馬長途的台北啊高雄，還是講較長途的這是毋是應該台鐵來服務？還是講這個部分應該愛減少？就是講台鐵毋是講完全無愛長途的。但是伊個班次經濟愛叫減少，啊，伊愛加強的是啥？比如講台北個新店，吼，還是講對這個苗栗加這個縣，嘿，對一個區間。但是這個問題來講，這個區每一個區間啊，牽涉到伊個迄個吊車場，這個吊車場因為高計劃的問題，直直煞，直直煞，啊，直直煞，煞到足濟都
影響就大啦。免講啥，我若去遐站頭吼，哇，行來，佫爬去，佫落來，佫爬去，佫落來，我就知影講啊，佫來啊。但是這就愛重新來檢討啦，檢討講伊要服務的是啥物人客。啊，伊若無遐濟能力，無遐濟車，還是講無遐濟人會當服務遮濟班次，伊都要減少。伊就要減少。對這個減少內底，伊較有迄個空間吼。就像講吊車場嘛，就像伊遐對無用的所在，一車先跳做，伊較有迄個卡路啦。啊，伊遐對這個班次減少，伊較有法度迄個來慢慢來練習伊該有的這個 SOP 啦，變做伊的安全的文化。像尾吼，愛互你講一下，我其實我坦白講，我感覺這一點鐘吼，會歹去，這真落差。這需要當然聽起來是人的問題嘛。是不是安尼講？我想這個一定會是在人員培訓上的問題啦，就剛剛講的100個人100種的教法的問題啦。但是我覺得回到大環境來說，到底公司有沒有準備好去培養這些？